喂，各位兄弟，話件事俾你聽啊！林敏聰嘅第一次，同埋林雪嘅第一次，就係佛山咁樣俾咗你哋。佛山南嶺明珠訓練中心5月17號交出我同林敏聰嘅第一次。當林雪遇上林敏聰嘅作品《交流流演唱會》，你哋做好準備未啊？冇唔撚嚟喎，冇令我失望喎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林敏聰，我喺佛山嘅第一次俾你哋啦。5月17號，當林敏聰會遇上林雪，我嘅作品交流流演唱會會喺佛山嶺南明珠訓練館開。我嘅作品雪嘅語錄內容全部都安排晒俾你哋。我嘅第一次5月17號俾你，到時見。